再来看新竹市进前呢，有产地是受到重金属水银的污染，即马环保局所发现附近的葡萄园嘛同款受到污染，所以除了要求农民袂当收成以外，也要把这葡萄再去烧掉。用家刀把树顶的葡萄割掉，准备被送去焚化炉。新竹市高架部顶日发现有农地因为水银超标，经过追查了，佮发现附近的葡萄园嘛用同款的水源，经过检测，水银含量嘛超过管制标准。康保局除了赶紧通知农民袂当采收以外，嘛准备把葡萄全部送去烧掉。初步检测结果为重金属汞测值超过使用作物农地的管制标准。我们在第一时间已通知地主不可收成作物，将会同农政单位进行作物的铲除，送至本市的焚化炉进行销毁，以杜绝流入供应链，请民众无需担心。后续将进行该农地的公告列管，并强制停止耕种，进行农地的污染整治作业。康保局推测有可能是咧水源头的所在有工厂排放受污染的水，影响到灌溉用水，会阁继续追查污染的来源。当地有议员是要求新竹市府为了民众安全，一定要针对受污染的面积扩大采样。汞污染事件有延烧扩大的这个趋势在这边也要严正的要求这个市政府要能够对这个汞污染的这个范围面积能够扩大的采样来检测尽快让这个检测结果能够呈现出来，不要造成我们农民的这个恐慌。目前，环保局除了把受污染的葡萄全部送去焚化炉处理，后续还针对受污染的农地进行整治作业。环保局表示，未来会加强水质检测，启动污染调查，加强管理，把伤害降到上低。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